今次準備咗 PowerPoint，因為要播3條好短嘅 YouTube 嘅短片。因為講就講呢個香港人身份同本土政治啦，就講文化主體呢個咁嘅學術咁嘅嘢。咁我就唔用學術啦，因為我脫離咗學界，其實脫離咗學界好耐㗎啦，即係入咗政界脫離咗學界好耐，所以就盡量唔用學術嘅嘢。同埋唔用主體性啊呢啲咁嘅字，因為最大嘅原因，因為我自己唔係好明。同埋呢個字咧，你一講到主體咧，就諗起北韓嘅主體思想啦，今日成嗰套嘢，所以就比較難堪嘅。咁所以就唯有係用文化尊嚴啦、文化身份啦，呢啲我哋仲勉強去明到嘅。雖然文化身份都仲係新少少嘅字，但文化尊嚴嘅大家都知啩，即係傷害咗自尊心就要反抗嗰種嘅文化尊嚴或者文化身份。咁就呢樣嘢同香港本土政治有乜關係？咁頭先聽完卓文興啦，或者近來特別係2012年發生嘅香港嘅事，或者係大陸嘅事，中港衝突嘅事。其實中港衝突或者中港族群嗰個對立嗰個勢已經成咗啦，但係啲人個心咧係仲未願意去接受改變。咁我哋中國人好講究叫心物合一或者心物不移，呢啲唔係咩心嘅嘢嚇。即係如果當外界嗰個勢成咗，或者將嗰樣嘢已經成咗嘅時候，如果你個心唔變嘅時候，你就落後。所以共產黨落後於形勢，就會俾人揾笨。但如果呢個心隨住變，知道其實自己係理直氣壯，可以爭取啲嘢，只要行前一步，話呢啲係我嘅嘢，呢啲係我嘅權利，你唔可以攞，你攞我就打你。咁對方就會退。咁呢個叫心嘅力，或者係儒家講嘅心嘅力，佛家講嘅心嘅力，或者我哋頭先卓文已經提過嗰啲武術啊，即係李小龍、關雅卿講嗰個心嘅力，即係你先要。唔係話先要戰勝自己啊，自己戰勝到自己啊，先要肯定自己，覺得一定要打啊，死都要打，咁嗰個就係心力。而當對方知道你死都要打嘅時候，佢一係打你，一係殺死你，一係戰勝你，一係講和撤退。咁香港嘅情勢相對於大陸就係、你只要即係香港只要願意打，佢會撤退，好明顯睇到嘅。登一個蝗蟲廣告，佢就要撤退。佢唔敢同你打，佢驚，唔係驚打輸，佢連戰鬥嗰種形勢出現呢樣嘢，佢都驚，就係咁。即係呢個係，即係點解我咁強調係要改變嗰個心力或者心術。所以有啲時候，喺我論述嘅時候，或者喺鼓吹民眾運動，或者鼓吹民眾改變心態嘅時候，我會用少少嘅術啊，用道家嘅少少嘅術，有時會令嗰啲其他嘅人，譬如話左翼嘅朋友啦，民主派嘅朋友覺得我好似一個煽動家，但嗰啲係術，但係個目的係要為咗保衞一個弱勢而用嘅術，而為咗保衞一個弱勢而用嘅，而即使係用到少少心術或者少少煽動係合理嘅。個原因就係、如果唔保護嘅時候就會冇晒，大勢而去冇晒。咁所以就係成樣嘢就講呢樣嘢啦。點解講？算啦。咁啊，首先進入現場先啦嚇。即係講頭先講嗰啲就係心嘅問題，而家講緊係勢，講緊物嘅問題。究竟外界發生咩事啊？點解今年咁多事發生嘅？少少事啦，即係一間鋪頭，譬如話 D&G 鋪頭咁啊，話唔準香港人影相喎咁，不嬲都係㗎啦。即係唔單止唔準香港人，連其他人都唔準。啊，點解忽然間喺今年1月8號嗰陣，即係當蘋果日報去調查呢件事啊？即係點解呢間鋪唔準香港人喺門口，或者唔準人喺門口整你嗰啲乜鬼時裝嘅咁咧？咁跟住咧就係發生咗啲事，跟住就軒然大波。呢啲係喺2012之前係唔會發生嘅。2012之前，如果有鋪頭話唔準整，咁香港人就會係唔影咪唔影，你巴閉咩咁啊？我影咗第二間，就第二間俾我影嘅，我唔去影你，以後唔幫襯你。咁就係咁，呢種係一種消極嘅抵抗咧，係有佢嘅能力，但係喺今時今日係
攞翻共產黨講嘅力度唔夠啊，個力唔夠力，唔夠勁啊，唔夠勁啊。咁啊睇翻套片啦，進入翻嘅現場先。希望播到啦。蘋果日報嘅啫。我雖然成日鬧蘋果，但係雖然成日會有少少諷刺下蘋果，但蘋果日報做到啲好好嘅嘢，將啲事情記錄低。好啊。霸道 D&G 樂女話全中唔影得，唔係啊嘛，企喺門口嘅行人路影相都叫咗，估唔到咧。等我較大啲聲先。有冇朋友知道係點樣較大個聲？個 YouTube 嗰個就我哋去海港城測試過2次，即刻去片。過2次，即刻去片，睇下佢哋有幾霸道。先有女職員干涉。再有海港城本安港人。因為咧，你可以整嗰邊冇問題，我哋點我哋見到咧要。係根據啲乜嘢㗎？根據你冇話呢啲嘢啦，嗰度沙都係報啊，匯豐都係報啊，卓景都係報啊，證件都係報啊，點解嘅？佢哋仲話內地人觀光影相就冇問題，香港人過住啦。尖沙咀呢一間係咁，中環嗰間都一樣啦。我哋大學嘅我哋開商場，下午嘅嘢我哋好興係理想開嘅商場，所以香港係冇所謂。D&G 回應話。好啦，今日我呢個回應嗰啲唔俾佢出聲，因為我對霸權嘅。其實霸權點解唔出聲咧？你睇翻少少啊，即係香港人面對嘅咩霸權？其實香港人面對嘅霸權唔係咁可怕嘅。佢需要即係喺香港入邊咧，佢首先需要服從法治嘅。另外，佢好多嘢其實係違法嘅，但係一旦當人哋挑戰佢嗰啲違法行為嘅時候咧，佢係講唔到嘢出嚟嘅。即係香港嘅霸權係唔可怕嘅，係失語嘅，即係講唔到嘢。我逐步睇下佢啲咁嘅身體語言啊、行為舉止，時間多我去玩。即係呢啲亦都係我以前喺德國玩做人類學啊或者民族學嗰啲咁嘅。你去海港城測試過2次，即刻去片，睇下佢哋有幾霸道。先有女職員干涉。我哋嘅公司規矩你唔可以影嘅。公司邊有權係管制公共空間咧？嗱，公司嘅規矩點解要揾保安員嚟解釋？點解唔揾公司嘅經理嚟解釋？係嘛？同啲客人解釋，你記者明顯唔係客人。再有海港城本安港人。因為咧，你可以整嗰邊冇問題，我哋點我哋見到咧要。跟住講唔到嘢，揾身體語言嚟冚鏡頭。嗱，跟住呢個人走，另外一個人嚟，佢唔係兩個人並排一齊嘅，佢哋係驚嘅。呢個人掉頭走。好似有冇申請啊？請問？我有冇申請啊？請問？申請嘅。你要拍嘢，因為而家嗱租戶投訴咧，就驚你哋影到佢哋知識產權。咁我想問你有申請，或者你哋可唔可以話盡量啲鏡頭唔好影喺鋪頭先？邊都 stop 你睇可以。第三個出嚟咧就係灑走佢啦，即係我搞你唔掂，你影隔離啦。你唔可以出個黑 copy。係根據啲乜嘢㗎？根據你冇話呢啲嘢啦。呢個就係霸權。當俾人逼佢講嘢嘅時候，佢就係講咗你唔好同我拗呢啲嘢啦，大佬。其實我係冇道理㗎。都係報啊，匯豐就係報啊，卓景都係報啊，證件都係報啊，點解你？佢
仲話內地人觀光影相就冇問題，香港人過住啦。就係呢句説話咧，就係激嬲咗一般嘅香港人，跟住走去圍影啦。咁圍影事件就係咁嚟嘅。咁譬如話點解香港人會咁嬲咧？就係其實因為最後嗰句説話，最後即一般嚟講話公共空間係即街道係有權影相嘅，即無論你擺得出嚟就有權影，呢個香港嘅法律規定嘅權利。咁至於嗰間鋪頭唔準人影咧，當然係違法啦，或者侵犯呢個公共權利或者侵犯人權啦。但係呢樣嘢咧，就係如果唔係因為最後嗰句説話，即係話你大陸人做咩都得，影都得，但係香港人咧就過住啦，咁咧就係直情係驅逐香港人走嘅。但係呢個係香港人嘅地方嚟嘛，即係香港嘅地方，或者起碼係所有人平權嘅地方啦，唔可以咁樣歧視香港人嘅。咁經過因為呢一句説話咧，就引起群情洶湧啦，跟住大家就攞相機影相，結果影咗好耐，影咗1個星期，咁結果佢道歉，就件事就咁樣過去。但係呢件事咧喺過去係唔會發生嘅，即係過去即使有鋪頭話香港人過住啦，啲香港人都唔會即刻群情洶湧去做呢件事。咁當然一個原因，即係技術上嘅原因，就係因為有 YouTube 嘅社群啦，唔係要做 Facebook， 即係有面書嘅社群可以組織到一啲唔需要正式嘅政黨或者係平時動員能力嘅人啦，只要佢發起一樣嘢，而嗰樣嘢係得到人認同，同埋係得到情緒上或者係有合理或者合法嘅行動嘅時候，就會組織一齊約一個時間去做。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係觸犯咗一啲香港人好深嘅自尊，就係點解大陸人影得，我唔影得？你係幫襯就影得，我以前都幫襯過你嘅啫，或者嗰笪咩廣東道以前都係香港人行嘅啫，海運大廈嗰區，點解我依家去係唔得咧？點解會俾人趕翻轉頭咧？當乞衣咁趕走咧？即係點解我主人嘅身份會變成乞衣咧？或者會變成一個俾人憎恨嘅過路者咧？就係呢樣嘢係反感，跟住就係有行動。咁呢個就係呢個就係乜事件啦。留翻嚟先。我哋睇第二件事啦。呢個係嗰啲圍影事件嗰啲相啦。咁第二件事咧就係喺幾乎係連接住發生嘅幾日之後，有一個火車罵戰。火車罵戰就係一個翻大陸嘅車啊，呢個去羅湖嘅車啦，入邊就好多行李啊、Kitty Club 啊嘢。咁中間有個細路女喺度食嗰啲麵啦，即係咩點心麵咁啊，食到地下嘅，視為地下都係。咁有啲人話，香港有啲乘客就話佢，咁跟住就罵戰。咁啊睇下個過程，有趣嘅呢個，即係你精細咁睇有啲嘢出嚟。即係啲最緊要係認真同埋精細睇事情。內地同港鐵食麵，惡女不收聲。呢個係族群意識嚇，即係明明自己唔啱，係大家同佢幫㗎，你點樣幫？點樣話翻我轉頭啊？即係其呢件事之前咧，就係話個細路女俾人話抌咗垃圾，即係抌咗啲麵落地下唔啱，嗰個細路女覺得好似我唔點拖咁，叫阿媽唔好鬧啦，但阿媽就唔好出聲。咁呢個叫族群對立啊，好明顯睇到嘅，即係呢樣嘢係唔係論述出嚟嘅，唔係香港人話出嚟，你係從嗰啲人嘅行為舉止，你係睇到嗰樣嘢嗰個勢啊，嗰樣嘢已經存在咗嘅。大的事情吧，就是不是大的事情，那麼小的事情也做不好啊。他現在知道你就行了嘛，還要有啊。港人越嚟越唔妥強國人，點解？睇下條片就知啦。前日晏晝有強國細路喺東鐵車廂食嘢，港人睇唔過眼，揾埋港鐵職員上車幫手。佢哋喺度食到咧點心麵咧，最後都係我同佢哋講，跟住俾人鬧我哋而家，點解呢個香港地方嚟㗎？嗱呢句嘢啊，嗱呢個香港地方嚟。呢個係一個唔需要解釋原因嘅一個説辭啊，即係唔需要解釋原因。呢度係香港，好多嘢唔使解釋㗎啦。職員要求全部人喺下一站落車處理，但係個黃衫女就唔憤氣，越鬧越大聲。一齊落車講，唔使同佢講，快啲，唔好同佢講。
即係族群意識，就係佢哋啲大陸人係咁嘅，唔使同佢哋講。即係當件事唔需要解釋嘅時候，就係其實係族群對立㗎啦。就係有一啲嘢係好深刻嘅，喺兩邊嘅人都唔同，你係冇辦法說服到佢，咁你係唯有係將佢排斥趕咗出車啦，算啦咁啊，就係解釋唔到嘅，越解釋越難。所以唔好以為好多事係可以用語言解釋或者用道理解釋嚟做，好多時只能夠訴諸呢啲咁嘅一係執法力量，一係武力。你都知道啦。新加坡都發生咗同一件事㗎，阿陶傑老兄都寫過喺佢專欄嗰度，就有一個大陸女人啦，唔知移民好遊客好啦，就喺新加坡嗰度咧就係梳嗰個腋毛啊，個男仔嘅腋毛，跟住俾咁新加坡嘅人咧就又唔係拍佢片，又唔係話笑佢，而係將佢趕咗出車廂，咁呢個叫主因意識，但係當然呢個唔啱嘅。我認為佢有疏腋毛嘅自由，咁你要傷害到人，咁腋毛亦都唔係咩暴露，亦都唔係乜嘢。咁我哋你唔好以為我係咩右翼啊，咩霸權主義嘅嘢，我係好自由嘅。即使佢全身裸露，我都覺得唔係問題。有網民讚四眼哥哥有勇氣，肯挺身而出，但係都有人認為只係細路仔食嘢，唔使小事化大。學者就話：如果成日標籤率，呢個唔使啦。即係佢請咗佢嚟都係俾佢講嘅，呢度冇意思俾佢失語先。咁啊，下一節咧就係其實係蘋果日報第二日嘅動新聞嚟嘅。港鐵罵戰客襲，絕非歧視。為咗包點心麵而起嘅罵戰，短片超過10萬人睇過啦，唔少港人都大讚挺身而出，指政治遊行家四眼仔阿 Ken 鬧得啱。但係為咗呢一句，阿 Ken 反而喺 Facebook 度致歉，話唔想挑起反內地人情緒喎。拍片嘅陳先生就話鬧得咁激，其實另有原因㗎。嗰班內地女人喺度互相又傾偈啦，就喺度話香港啲人講普通話講得差啦，跟住個 page 原來有聽到，又引發多一輪嘅反應啦。佢又話當時中港各有路人甲加入戰團，令到戰火升溫，好似咁平列車叫港鐵職員嚟㗎，其實係呢位大叔就真。搶奶粉開始啦，跟住又買樓啊，啲大陸人攞嚟買豪宅啦，又高晒啲樓價啦，有啲人話係香港又都咁走秩序啦，又揸咩屙屎又又仔係咪？係呢啲嘢積埋咁多嘢咯，引發呢件小事啫嘛。有係好唔壞咁，政府一定要做啲嘢㗎啦。佢話將片段放上網係希望香港人多啲討論同反省，唔係想大家歧視內地人㗎。哇，咁啊睇完啦。其實歧唔歧視唔係問題嚟㗎，我覺得唔係問題嚟。即係你有道理你可以歧視，冇道理㗎唔可以歧視啦。即係歧視係我加啲感情力度嘅譴責咁解啫，譴責就係合理，但係歧視如果係歧視係啱嘅嘢都冇乜所謂，所以呢個唔係咩大問題。但係咧就係香港啲人就一見到話群情洶湧啦，圖片好多人睇啦，跟住就令起好似整到中港嘅衝突升溫啦，咪即刻道歉。呢種心入邊覺得自己係有負於整個中國大陸，或者係覺得自己唔應該對大陸人歧視咁於是就會先道咗歉先自己反省先。呢種係可以話一個良善嘅傳統中國人嘅修養。但係如果係你面對同時間係一個君子嘅話，係可以有呢種修養。但係可惜唔係，可惜香港面對嘅係一個好細嘅地方，面對一個好龐大嘅地方。如果你地方係宣稱自己變成強國，而且係不斷咁向外擴張，向外推展佢嘅霸權。咁如果仲係以君子嘅態度嚟對呢種咁嘅國家或者呢種咁嘅國民咧，係不智嘅。雖然係人治嘅，雖然係人，但係不智。好，
咁啊，下一段就係戲肉啦。呢個乜嘢啊？呢個唔係高登仔話唔係蝗蟲啊，蚱蜢有佢啦，沾咗屎咪屎癦。呢個係唔係淨係講呢件嘢嘅？指紋，今朝做嘅呢啲嘢，我通常都係咁樣嘅。南家鋪份腳，喂 reload 算啦，停咗先啦，所以 reload 就停。翻去頭先。翻去頭先 PowerPoint，咁我睇下嗰個時序啦，好貼近嘅，所以有時話點解係你唔信玄學或者唔信所謂天機咯？反黃反黃，相煎何太？反黃，相煎何太急呢？聽粗口嚟。喂，呢度我屋企試過都係咁，唔知係咪多人睇啊，定係啲圖片做得唔好？再係咁就唔睇㗎啦。幾番懲罰，可能係呢啲其實冇乜嘢嘅啫。好，咁咧就講翻嗰個頭先嗰個時序嗰度啊，好貼近嘅啫。1月開始就有反 DNG 事件，跟住係隔幾日就有火車罵戰，跟住就係出反蝗蟲廣告。呢個又唔係天機，又唔係咩玄學嗰啲嘢，而係呢一啲嘢其實係喺97之後，特別開放咗自由行之後，即係喺03年之後，係累積咗好耐，而政府係唔處理啦。跟住咧就出現問題嘅時候，政黨唔去將嗰啲民意係攞出嚟講啦，或者宣泄出嚟啦，議會唔討論啦，跟住啲輿論係有啲人係講呢啲嘢，但大部分人都係由於有中港衝突嘅禁忌，甚至係族群政治嘅禁忌而唔去攞出嚟講。咁於是咧就係積壓嘅情緒就會係形成呢啲咁嘅廣告啦、罵戰啦呢啲。咁啊，好啊，咁講翻咩叫文化身份咧？呢個開始俾人講嘅。咁其實文化身份咧就係好難睇到出嚟嘅，即係特別係香港呢笪地方，因為過去嘅政府佢係避免講乜嘢香港人嘅，佢會講香港公民呢個有咩道德，或者香港嘅秩序係乜嘢，呢度嘅法治係點樣，但係好大部分都係普世價值嚟嘅，即係普世嘅法治啦、普世嘅公民道德啦等等，但係冇一啲嘢係香港獨有嘅嘢咧，係政府係唔理嘅。咁因為殖民統治嘅關係咧，佢係尊重呢一度嘅人嘅中華文化嘅傳統，或者有其他嘅歐美或者南亞裔嘅文化。咁佢唔想將英國嗰套嘢帶過嚟。咁另外咧就係佢帶過嚟嗰套英國嘢咧，咁一方面係嚟咗殖民地啦，佢唔可以過分咁強調有英國本位或者英國嘅歷史傳承，佢只能夠係淡化佢成為係一個現代嘅文明秩序，或者係要邁進一個工業城市同埋國際城市嘅時候，啲人要服認呢種秩序，而服認呢種秩序之後就會有得益，個得益就係社會安定同埋係經濟發達，同埋係能夠同國際聯繫做到生意。一方面做到生意，另外一方面就係啲人係由於有國際聯繫，佢可以移出香港。咁所以咧就係喺過去喺殖民時代，香港係穩定，一方面係穩定，但另外一方面係唔穩定嘅。佢唔穩定就係嗰個本土個價值觀或者本土文化唔知道啊。咁好多人就係以自己嘅利益或者私人家族嘅利益嚟咗香港，咁跟住就係覺得呢度幾好啊，大家唔好嘈嚇揾食，跟住就係關照下倫理啦，關注下社會道德，咁跟住係自己建立到家業之後，一係就留喺香港，一係就係
由於學咗英文啦，同埋學咗啲國際嘅價值觀啦，或者係文明價值觀咧，係可以方便好容易係走咗去其他地方，即係移民去咗第二度。咁所以過去嘅香港就變成一個好似一個過路嘅城市，但係就未去到一個係啲人留喺度，跟住就要保護呢度咁嘅。但係其實過去都需要保護呢度嘅，因為過去香港係喺冷戰東西方衝突嘅地方，但係嗰個保護咧唔係香港人自己做嘅，係英國人代勞，係咪英國人做咗嘅？因為英國人將中共嘅落嚟嘅干預係頂咗翻去啦，即係用外交部或者係總督或者用私下交涉嘅方法啦。咁中共派人落嚟嘅時候，或者係用移民嘅方式嚟香港嘅時候，英國政府係會用情報組織嚟到審查佢哋啦，即係審查佢政治背景啦。咁覺得係安全俾佢落嚟啦。如果覺得佢係有情報或者係間諜成分嘅，就會跟蹤佢啦，係令到佢係比較係安分咁樣係工作啦。咁呢個過去英國做嘅事情，咁喺香港嘅，譬如香港嘅大陸嘅輿論啦，或者係幫助社會主義啊，或者宣傳嘅輿論咧，就係香港有另外一啲嘅自由嘅輿論，或者係美國或者台灣資助嘅輿論係同佢係對行咧。咁所以喺過去香港嗰個國土防衛、經濟防衛同甚至係文化防衛咧，都未必係需要牽涉到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有一部分嘅由英國或者由其他國家物色嘅人喺呢度做咗一啲，其實做咗一啲好犀利嘅戰鬥喺度嘅，包括係一啲譬如話包括文化嘅戰鬥啦，譬如新儒家點樣係頂翻住共產主義啦。你過去如果你睇翻唐君毅或者睇翻牟宗三、錢穆嘅書，你會睇到佢哋嘅反共嘅力量係好強嘅。但係佢哋係自己做，一方面自己做，另外一方面有台灣嘅資金或者美國嘅資金幫佢哋成立院校，幫佢哋成立中文大學，安置喺度教書。但係成個過程係冇本土嘅民眾參與嘅。咁故此，當呢個英國即係點解英國撤出咗之後，香港咁麻煩咁大鑊，搞到香港好似無險可守咁咧？過去好似穩穩陣陣，就係呢個原因。過去好多事情係英國政府做咗，但係香港人係唔知道嘅。咁我哋要揾翻呢啲咁嘅動力翻嚟，或者揾翻呢啲咁嘅防衛嘅知識翻嚟，自己做。咁譬如頭先嗰個反 DNG 事件嗰個點解啲人會嬲咧？就係呢啲嘢，就係呢樣嘢都忍得，你就冇人企㗎啦，以後唔使企，即係話香港人大陸人可以影相乜都得，你香港人唔準。咁呢個係違法，一方面違法，另外一方面就係一個侮辱，即係驅逐一啲本來有權嘅人，或者本來係屬於呢個地方主人嘅人係要離開呢度。咁呢個係唔能夠忍受嘅。而當呢個嘢一忍受咗之後咧，大陸嗰個文化殖民啦，或者係實際上嘅人口嘅殖民就會係長驅直入㗎啦，因為就將你主人個權利係剝奪，將你個生存空間係剝奪，將你嘅人由嗰條街由廣東道嗰度驅逐。殖民主義最恐怖嘅地方，除咗係文化上嘅臣服、經濟上嘅侵略，就係土著人口嘅驅逐。驅逐到佢哋啲保留區嗰度。如果係以前嘅澳洲或者係美國嘅殖民主義，即係初嘅立國初期嘅殖民主義，都仲可以接受嘅，因為個國土非常之大，即係你又俾個保留區你，或者俾呢啲俾少少經濟援助，或者俾啲衞生救援咁設立好似保留區俾澳洲嘅土著啦，或者係俾印第安人啦。呢個我哋喺人類學上覺得唔可以接受嘅，但係都唔係太過殘酷。但係香港嗰個殖民係殘酷嘅，因為將香港人驅逐咗之後，香港人去邊咧？香港人去邊？返東莞啊，係嘛？冇地方走嘅，咁冇地方走之後，唯有係死定啦。呢個係即係點解？即係中共或者係呢班統治香港呢班咁嘅港共，或者係香港嘅特區政府，點解佢做得咁絕嘅咧？其實佢知道做到咁絕嘅時候係會有反抗嘅，因為你冇路俾人行啊嘛。所以當啲學額俾大陸人攞咗，床位生仔嘅產房床位俾大陸人攞咗，市面嘅消費空間俾大陸嘅自由行嘅旅客佔領咗，咁我哋可以去邊啊？我哋唔通翻大陸買嘢，翻大陸住啊？翻大陸睇醫生？翻大陸揾工做啊？冇嘅，因為你攞，因為大陸人落嚟香港，佢入咗香港籍之後，佢可以攞晒香港嘅福利。但係香港人係冇辦法翻去大陸攞到大陸嘅戶籍，跟住攞翻大陸嘅福利。即使係有，
即使係可以都唔願意，因為嗰個制度唔對等啊！嗰個制度係一個落後啲嘅，或者係集權嘅，唔強調人權同埋國民福利嘅制度，但係香港又強調呢啲咁嘅人權同埋係國民福利。咁所以你喺嗰個制度唔對等之下，香港人係走唔到嘅。但係你要移民咧，美加啲地方係難，依家係困難嘅，同過去係唔同。咁所以好多喺網上面嗰啲憤青或者五毛黨成日都話：你香港人唔中意咩？你可以走㗎。佢哋過去係成日咁講嘅。但係有時咧，香港人面對呢啲咁嘅説辭，或者令到呢啲咁嘅唔係逐客令啊，逐主令啊，驅逐主人嘅命令係，嗰時候係唔知道點還擊㗎嘛。佢還擊嘅方法就好簡單，就好似頭先喺火車嗰個香港人一樣，就係呢度係香港，呢度係香港，呢度係我哋地方。你想驅逐我走就得，你俾大陸我，你共產黨撤出大陸啊！咁係對等啊！你嚟香港，你撤出大陸啊？當然唔會啦。咁咧就係、即係咩事係觸動到你嘅自尊，搞到你必須要辯護，同埋係呢種辯護咧係唔可以馬上號召到其他人一齊嘅。譬如頭先我哋睇到火車嗰段片都係一個人鬧另一個人，唔使太大嘅游說嘅，其他人去幫口嘅。咁跟住咧就係大陸人咧亦都會聚埋一齊，跟住咁樣對罵。咁當然啦，調停者就係一個香港鐵路公司嘅職員啦，就叫兩班人出火車度講啦。咁個結果唔使講都知㗎啦，就係和平散去啦。即係香港鐵路公司或者香港政府到目前為止，我見唔到佢有一單嘅執法係針對呢啲自由行旅客嘅。唔知有定冇，但係起碼報紙冇報導過，即係整污糟公共地方啦，即係啲細路仔喺條街度屙屎屙尿，其實係捉到嘅，好容易捉嘅啫。你揾啲衞生幫佢哋去卜一捉到㗎啦。或者阻街啦，即係拉住啲喼阻街啊，或者踎喺條街嘅中心嗰啲啦，即係控告阻街罪呢啲都好容易捉嘅。但係到目前為止係唔見嘅，唔見。點解唔敢執法呢？驚乜呢？你捉到佢冇嘢㗎，大陸政府唔會嘈㗎，佢就覺得係害群之馬嚟啫。呢啲大部分好嘅，正係因為香港有呢啲法治，所以我哋要派多啲人落去。即係一個狡猾嘅統治者會咁樣同你講。正係因為捉咗呢啲嘢，個地方乾淨啲啊，所以多啲人嚟。所以有時係咁嘅，即係你夠膽做就得㗎。你夠膽做你夠膽，只要你夠膽做咧，你自然就會揾到一個辯護嘅方法嘅。好似我頭先咁，嗰啲説話唔係我預先諗嘅，即係隨時諗到。即係你夠膽做，呢個心夠膽做，嗰個力就會嚟，即係有心有力啊！咁嘅傳統中國其實都有講到族群政治或者種族嘅鬥爭嘅，或者種族嘅對立嘅。咁最早期就喺春秋時期嗰啲就係、同姓則同德啊，同姓呢個係指同一個家族血統或者同一個皇族嘅血統。當時其實冇皇族嘅，即係個大世族或者諸侯，就個德就一樣。同德就同心，即係話同一個血裔嘅人住喺一笪地方，佢嘅利益就會一致，跟住就會個心就會一樣。咁跟住嘅結論就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嘅。而唔係嗰個族嘅時候，佢個心就必異。其實我哋成日睇啲後句，但係冇睇到前句啊。睇前句就係我哋佢哋有長遠嗰個家族共生嘅歷史，有共同嘅利益，所以佢嘅心係一樣。佢係咁樣嘅，就唔係話我哋依家成日睇就非我族類，就睇佢又唔係講中文嘅，或者佢嘅紅鬚綠眼就係其心必異，唔係呢回事。一班人一齊住得耐，佢個利益同埋個道德一齊嘅時候，佢就會個心就一齊。同一個道理，當香港人同印度人住得耐，同菲律賓嘅女人住得耐，佢個心就會一齊，佢個行為一齊，個風俗會一致。咁呢個係咁樣睇嘅，即係我哋中國睇種族或者睇族裔或者睇嗰個咩叫族群，唔係用血統嚟睇嘅，係睇係咪同心同德，係用嗰個文化嚟睇。咁喺《晉書》嗰度再將呢句係發揮一次啦，或者重新係講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為晉朝係面對住五胡入華嘅，咁跟住就再講另外一個叫做戎狄志泰啦，不如華同。
即係用敵即係北方嘅犬戎同埋係夷狄啊。佢字啊，即係佢嘅心，佢心入邊諗嘅嘢啦，同埋佢個外邊嘅態度，外邊表現出嚟嘅嘢係同華夏嘅人係唔同嘅。咁呢，我哋廣東話講嘅叫唔同，唔係人咁品啊。即係以前喺傳統嘅種族鬥爭嗰度就通常係講本種族先係人，外界就係異或者鬼，咁所以就係話唔係人咁品嘅時候就對於外族嚟講。而嗰個人唔係指係同一個血統啊，係指同一個文化、同一個狀態嘅人。特別係中國人咧，因為中國人係混血嘅，中國人其實冇一個單一血統，冇一個純血統嘅，其實係混血嘅。咁佢中國人同外界或者華夏同其他人唔同係嗰個文化價值唔同，即係嗰個禮樂唔同。人愛心，跟住就係表面上嘅嘢啦，語言啦，即係用漢音啦，講漢語。咁另外就係文字漢字，由漢朝一路傳承到而家漢字。咁如果唔係用唔係講漢音，唔係講漢字，唔係用中國人嘅風俗，唔講仁義嗰啲，我哋叫做夷啦，即係外字。如果用呢一個咁嘅標準咧，係所以我點解成日話北方即係羅湖以北嘅叫萬字就係咁講。佢唔講漢音，佢有漢音㗎，佢有好多廣東方言嘅地方啊，亦都有好多古老方言嘅區，但係佢不斷咁消滅。咁另外佢唔用正體漢字，佢根本來就係用正體漢字，佢特登唔用啊，特登整到係成個區都係用佢推廣嗰一套簡體字系統。咁跟住就係中國人嘅風俗仁愛嗰啲。咁譬如中國人點殘酷都好，殘酷到滿洲嘅時期都好，都係講懷柔嘅，講仁愛嘅，而唔係用一個殘酷嘅方式嚟統治。因為殘酷嘅方式統治係唔能夠久遠嘅，殘酷係會最後會傷害自己嘅。咁華夷之別咧就講呢樣咧，就係你入邊你要整好自己啊，有自己嘅價值嗰個肯定內性。外邊咧就係你有自己嘅價值觀，有自己嘅仁愛正義嘅時候，會諗住會向外推廣呢個愛皇之道啊。咁所以文化觀念就係文明啦、禮樂啦咁。咁對外咧就係一係就推廣啦，但係如果係佢對方唔接受咧，中國人嘅做法你唔接受咪算咯，叫自外於中原啊嘛，自外於華夏，咁就唔會夾硬係臣服佢嘅。咁但係咧就係如果有胡族入侵，要夾硬要中國人去服從呢個胡族或者唔係中國文化嘅嘢嘅統治嘅時候，中國人會抵抗，好似中國人抵抗蒙古人一樣。但係中國人咧就，譬如滿洲人咧，佢好快就漢化之後咧，就個抵抗嘅力量唔係咁大嘅。咁頭先講過啦，就係香港人嗰個族群意識咧，其實喺97前同埋97後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嘅。97前嘅族群意識就主要係自尊或者係自己覺得自己好光榮、好尊榮，因為個經濟上升咗啦。咁跟住英國人喺度傳播文明禮樂啦。咁另外咧就係保留咗傳統中華文化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北邊落嚟嘅難民或者係企業家又好，或者係文化人都好，佢係反抗當地嘅制度先至落嚟香港嘅。咁所以即使佢係有好強嘅文化自尊心啦，即係當自己係上海人或者上流社會或者文人都好啦，佢係有心係融入呢度嚟或者係學呢度嘅嘢。咁所以喺97之前咧，就係嗰個文化自尊或者文化身份係內聚一啲向內嘅，即係向內建立自己嘅歸屬感同埋光榮感。而呢個而同時間咧就係即使喺80年代之後開始有大陸嘅移民咧，因為當時已經係大陸開放改革啦，咁亦唔係有大批嘅政治鬥爭之下走落嚟嘅人啦，除咗6、4個批之外，咁所以咧就係由於香港經濟上升啦，而英國人係頭先我講咧係幫香港做咗好多經濟防衛同埋文化防衛啦，所以當時即使喺80年代到90年代落嚟香港嗰啲中國移民咧，佢唔係太囂張嘅。一方面香港係經濟上升，佢要向香港學習；另外一方面有英國人喺度，唔可以作怪。佢作怪嘅時候，英國人有方法對付佢嘅。其實如果係香港依家有一班叻嘅人統治咧，大陸人呢個作怪咧，一樣有方法對付佢嘅。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你點糟質佢都好，大陸政府唔會保護佢哋嘅。大陸政府中共政府最擅長嘅嘢就係放棄自己嘅子民。
佢哋國家都有放棄係咪？何況啲國民？所以唔好話驚中共嘅咩反蝗蟲啊，大陸會驚你反雙非，大陸會嘈。你一反雙非，佢即刻放棄。你唔該，你糟質多啲嘅咪？你咪當好錫佢哋得㗎。咁咧就係咁咧呢啲啦，呢啲就係講好似講晒呢啲冇嘅。後邊啲唔使啦，後邊呢個喺明報登篇文，我諗住今日驚講下冇嘢講，就揾明報篇文頂住。原來我覺得呢個重要嘅呢個，最後呢個叫一錘定音啊！當然啦，多謝各位。